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可以一同相聚在这里。我邀请各位一同从座位上起立，然后我们找5个人跟他说，今年我们也要一起在神的爱中成长。今年我们也要一起在神的爱中成长。今年我们要一起在神的爱中成长，让我们一起拍手。当我们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与我们同在，神的医治大能同在，就充满在这个会堂当中。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一起从头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期待尽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期待尽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让我们再一同开口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主你在这里了。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期待尽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期待尽在永在的君王。主是起初是幕后的，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期待尽在永在的主，全身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期待尽在永在的君王，期待尽在永在的君王，期待尽在永在的君王。主我们赞美你，主你的荣耀，你是荣耀的神，让我们这个时候开口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就是昔在永在的君王。主啊，我要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是蛮有权柄的神，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真的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将我们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耶稣，是的，主我赞美你。主啊，是的，主万国都要来赞叹主你的荣美。主，真是求你竭力保守你的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个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
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亲爱的主，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同心合一。主，因着是了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单单来寻求你的旨意。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求神来到我们的当中，使我们合为一的时候，神的怜悯、慈爱、温柔、谦卑就在这里。让我们能够一同来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使我们能够不是分散的，因着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开口为着我们教会的合一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赞美你，耶稣，还是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为着我们的教会而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有新的施工、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目标。神啊，真的是求你，真的是就放入合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在为你做工、为你服侍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里面是能够有一个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神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意念远超过我们的意念，主啊，你的道路远远超过我们的道路，主啊，真的是我们要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有一个合一的灵、合一的心意，让我们单单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啊，还只有礼拜天来到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样式更多谢你的，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是的，是我们将我们的教会摆放在你的手中，主，求你来看顾，谢谢你。向着世界为主来发光，向着世界为主发光，可以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这片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神国和神义，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是的，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心意，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献上自己为你所用。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稳住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由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是的，主，在你的里面，求你使用我们。主，即使我们不配，但我们依然求你来使用我们。这是更多的你的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你用重价救赎我，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主，你的圣灵在这时候更多的降下，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稳住领我，迈向属灵高峰。主，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由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就像歌词中所说的，主用极重的代价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我们每一位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着自己来祷告，求神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脱去旧有的老我，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式。好吧，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来祷告，求神在今年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他建立更好的关系，也让我们在今年能够成为一个真能够来向人来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来帮助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主，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在今年主，你要更多来使用孩子，主，真的是给孩子更多的磨练。主，当孩子在打碎孩子的时候，主，孩子所受到的那些困难、所受到的挫折、那些瓶颈，神，你都要带领孩子来跨过。主，在这样子放在你的手中，无论人说什么，真的是让我能够所定睛的是在你的身上。主，让我能够不在乎的里面，让我不要再去看这世上的事情，乃是以你的话语、主以你的样式，能够成为我生命中的榜样。主，将你摆在我生命当中的首位。主，真的是让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用的形式。主，让我赞美，真的不是来向人来说。主，让我的祷告，主，让我的读经，在我的生活，我不是给人看的，主，而是单单给你看。主，谢谢你，主，你是与我同在的神，这样撒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来茁壮发芽。主，我赞美你，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赞美费尽每次，
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再一次用我们歌词来唱成我们的祷告。每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为你所用，使我们每一个人是何等的不配。主，但你依然拣选我们，主使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主，求你在今年能够大大的来使用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愿意真是被你来打碎。主，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也许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求你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力量，给我们更多的勇气，让我们能够去接受你给我们的挑战。主，我们所不足的，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的一年，很高兴可以在礼拜堂与大家一起敬拜神，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第1到16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98页。以弗所书4章1到16节。所以我劝你们，我是因侍奉主而成为囚徒的。你们行事为人都应该符合上帝呼召你们时所立的标准。你们要谦逊、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唯有一个身体，唯有一位圣灵，正如上帝呼召你们来享有同一个盼望。唯有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唯有一位上帝，就是人类的父亲，他在万有之中统御万有，贯彻万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基督所分配的，领受特别的恩赐。正如圣经所说，他升上到至高之处的时候，带去了无数的俘虏，他赐恩赐给人。第9节，他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他曾经先降下，到了地的最深处。那降下的就是升上到诸天之上的那一位，他这样做是要充满万有。他也是赐恩赐给人的那一位，他指定有些人做使徒，有些人做先知，有些人传福音，有些人做牧师或教师，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子民为他工作，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最后，我们将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我们将长大成熟，达到基督那完整的境界，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再像小孩子，中了人所编造巧妙的诡计，随着各样学风飘来飘去。相反地，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在各方面向着基督不断长进。他是头，整个身体都依靠他，借着各关节经络互相配合，彼此连结，这样当各肢体发挥功用时，身体就会在爱中渐渐长大，建立起来。今天蔡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双联的教会，请大家恭敬来领受，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那期待在新的一年当中，上帝的恩典平安跟各位弟兄姐妹同在。牧师今年有写了一个春联哈，待会要赠送给大家一户一张哈。那这个春联哈，今年牧师写的这个词，大家可不可以看得清楚啊？好，什么？主赐万事恩典，人迎一生平安。好，希望我们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一生都享受在神所赏赐真实的平安当中。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双联的教会。希望透过这个经文一起来思想我们教会如何在神的恩典之下不断的成长，来荣耀他。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得到帮助。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恳求您保守眷顾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专注目在你的话，透过这样来得到帮助，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阻碍我们领受你话语的因素，让我们全心仰望你，来领受恩典。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保罗一直告诉我们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圣经当中所谓的教会，不是指一栋建筑物，这牧师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圣经当中所说的教会，是指一群被神呼召来的人，大家同心合意，为了要领受神的恩典，要分享神的恩典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一群人，那我们就是教会，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在第4章第11到第12节当中，他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按着他的心意，将不同的恩赐赏赐给所有的信徒。那信徒既然是基督耶稣的身体的肢体，就一定有它的功用。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共同建立了教会。那在这边当中有提到5种不同的职分，但是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你会发现保罗所说的教会里面不同信徒的不同恩赐有许许多多种。那我们来看这5种不同的职分。第一种是使徒，使徒就是在教会当中有开拓教会的恩赐，或是被众教会共同接纳的属灵领袖，这样就是有使徒职分的人。那第二种是先知，先知就是他相当明白神的心意，能够传达神的心意，成为上帝的代言人的这一个职分的人。那另外一种是传福音的，就是有一些人我们发现他生命当中有特别的特质，他能够进入到人群当中，把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这个好消息很容易就传达出去。那有这样恩赐的人，他非常喜欢传福音，领人归主也有非常大的果效。我相信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恩赐。那另外就是牧师，牧师这个职分就是在一群信徒当中做长期的教导、喂养、医治、保守合一，造就信徒，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建立基督的教会。另外在教会当中有一种职分叫做教师，教师有特别教导的恩赐，他能够教导真理，能够传达属灵的知识，使教会当中的
人可以学习。那有些人是针对儿童很有教导的恩赐，有些人针对青少年有教导的恩赐，那有些人是针对成人有教导的恩赐。那保罗说，这些不同的恩赐的人共同组成教会，让教会可以发挥它的功能。所以上帝赐给不同职分的人不同的恩赐，目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可以发挥它的功能。但是我们今天发现基督的身体似乎有一点不舒服，好像有一点不太健康。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找到一间完全健康的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理智，用自己的血气参与在教会当中，以至于我们不能顺服耶稣基督这个头。所以我们要去反省，我们要让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健康起来，这样这个身体就能够荣耀神。那今天牧师希望说用双联的教会做主题。我们教会有一个神给我们特别的恩赐，我们叫做双联教会，对不对？这双联教会其实有特别的意义。牧师希望说用双联的教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只要可以成为一个双联的教会，我们就可以荣耀神，我们就可以更加健康的成长。那第一个联是什么？就是要连于耶稣基督了，要连于耶稣基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第15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也就是说，教会的所有的肢体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跟主耶稣基督连结了，要跟主耶稣基督连结，因为连结就得到许许多多的能力的供应。你们有没有种过果树啊？我想说，在座大概很少人种过果树，不过至少看过果树嘛。牧师有一年我曾经带一群年轻人到那个尖石乡的镇西堡去协助他们采收水蜜桃。那大家有没有看过水蜜桃树啊？有哈。那我们去那边我是说我的工作就是做什么，你知道吗？是做品管。什么叫做品管？就是看到那个比较不好的我就把它吃掉，因为他们有时候要拿出来卖，就要找那个完整的。那个水蜜桃很容易受到伤害，就是会那个就是不能拿出去卖嘛，就不小心碰触了，它就不好看就是不能拿到市场去卖。那我就是把它拿起来，把它吃掉，这叫做品管。那在采收的过程当中，我吃得很高兴的，一次都吃很多。然后我就对当地的原住民说，哇，你们种的水蜜桃真的很好吃。他们就告诉我们说，水蜜桃比人聪明。他说我们人如果要果效的话，就要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劳碌但是水蜜桃不会呢。水蜜桃做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掉在那里，掉在那里，它只要掉在那里就可以了。我想一想，真的是有道理。我们知道一个果树所结的果子它要成熟成为美好的果子，只要这个果子是连结在树上，自然而然会带出美好的果效。它只要持续的挂在那边，它就一定会带出甜美的果实。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书的第15章当中，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耶稣也是用这个葡萄树来做比喻。葡萄树要结出美好的果子，就是那个枝子要连住那个树，因为枝子连住树就会带来4种不同的果效。第一种，树可以提供给这个枝子这个果实能力上的供应。这段经文当中第5节到第6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结的，我也常跟他们连结。”只要跟这个枝子跟葡萄树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必定能结出许多的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跟耶稣基督连结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了。但是相反的来看，如果我们紧紧的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我们就充满能力，凡事都可做。所以第一个，跟耶稣基督连结会带来能力上的供应。那第二个呢？耶稣基督会带来话语上的供应。如果我们看第15章，约翰福音书第15章的第7节，这样说：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所以神供应我们的能力它其实是有一种秘诀，就是他把他的话语供给给我们，那我们透过他的话语就得到祝福了。所以常常与神连结，领受神的话。那我们的话也跟神交流，我们的话是什么话？就是祷告的话嘛。神的话是圣经，上帝的话，那我们的话就是透过祷告跟他有一个交流。这就是读经跟祷告的重要。神会提供话语上的供应。那第3个供应是什么？是真爱的供应。在约翰福音书第15章的第9到第12节这样说：正如父亲爱我，我爱你们，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会常生活在我的爱中，正像我遵守我父亲的命令而常在他爱中一样。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连结的话，连于元首基督的话，他就会供应我们真爱。特别是牧师在讲这个爱的真谛这一系列，可能在理智上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样去爱，但是怎样在实际上行动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了。怎么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呢？怎么去做凡事包容呢？怎么凡事相信？怎么凡事盼望呢？我们很困难，但总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紧紧的连结在一起，他就供应给我们真爱，我们就可以把真实的爱实践出来，去爱别人。第4个，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为要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让你们的喜乐满意。所以当我们愿意同耶稣基督紧紧的连结，得到能力，得到话语的供应，得到真爱的供应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喜乐，而且是喜乐满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紧紧的跟主耶稣基督连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要成为一个双连的教会，第一连就是要连于元首基督了。那所以牧师有3个重要的提醒，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切实的去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敬拜，常常的礼拜。我们不单单是礼拜天来到圣殿里面敬虔的敬拜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常常敬拜神。在年终的祷告会的时候，牧师就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立下一个心愿，我要用敬拜为我生命的中心，用敬拜为我生命的中心。我们要明白，神创造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他，所以要常常敬拜。第2个，要常常读经呢，要常常读经。在教会当中，我们推动每日读经，
我常常想说，双连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幸福。我们有牧者帮大家安排好读经的进度，而且又录制每日亮光的读经辅助。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牧师在群组当中会传他每天的领受，有些长老，好，或是我们的同工，也在他们的群组当中分享他每天读经的领受。然后之后我们又有牧师会提供一天读经的祷告文。这么多的人的协助，我们如果不愿意再不愿意做读经的工作，实在是有愧于神。更何况这样一个常常读经、研读神的话语，就会紧紧的跟耶稣基督连结，这是多么大的祝福！第三个就是要常常祷告。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期许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牧师会在最近成立一个祷告的团队，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教会真的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常常在祷告当中去领受神的心意，常常在祷告当中得到力量，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们就去领受神给我们大能的恩典。常常礼拜，常常读经，常常祷告，从我们这一年当中连结于耶稣基督一项要做的工作。第二个双连的第二连是什么？就是肢体要彼此相连。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意思就是说，神在教会当中赐给每一个肢体不同的恩赐，然后我们因为不同的恩赐而结合成为一个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恩赐来荣耀神。那关于这一点，牧师有3个提醒。第一个，因为这是有关于恩赐的事，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恩赐要明白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要如何去发掘，如何去了解。我相信你自己都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恩赐，你怎么样运用它来荣耀神。那当你了解自己的恩赐之后，你要操练自己的恩赐。我们刚才看敬拜赞美的团队，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站上来，每一个人就会天生就会弹这样的弹奏乐器，天生就会唱诗歌，然后就可以合作，不是这样。他们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像昨天我们可能都到外面去玩，他们下午的时间、晚上的时间就在这边花很多时间在磨合、在练习。因为恩赐需要透过操练才能够荣耀神，所以要发展自己的恩赐，就是需要操练。然后第3项，我们可以贡献自己的恩赐。我们要知道，恩赐隐藏起来，不单单不能荣耀神，也可能自己不能领受祝福。所以圣经勉励我们说，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管家，就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彼此服侍。恩赐要贡献出来，才能够带来果效，才能使万事都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要了解自己的恩赐，操练自己的恩赐，贡献自己的恩赐。那我们每一个人百节各按其职，接着要怎样？肢体彼此相助。圣经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就告诉我们说，肢体要彼此合作，就是在指导我们合一的工作了。合一的工作，合一在教会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合一是教会能够发挥功能、教会健康最主要的因素。你想说，如果一个不健康的人，他的头脑就不能控制他的手脚。那相反的，一个健康的人，他可以自由的让这个头脑去控制他的全身，就能够做
很多的工作。所以合一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离别的时候，就是他要去受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前，他为他的门徒做了一个祷告，在约翰17章第20节，他说：“我不但为他们祈求，也为那些因接受他们信息而信我的人祈求。”这句话是指我们呢。耶稣为我们祷告，他说：“愿他们都合而为一啊！愿我们都合而为一，因为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教会的肢体。因为一个教会的团体之中，大家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之下，必须寻求合一的心。那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有共同的信仰嘛。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唯有一个身体，就是唯有一个圣灵，正如上帝呼召你们来享有同一个盼望，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上帝。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拥有共同信仰的团体，我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因着共同的信仰，我们必须要合一。虽然我们很多的不同，性情上不同，意见上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因为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可以成为同心合一的群体。那合一的表现在于什么？彼此合作嘛，彼此相助。那就是一个属基督的身体，各个肢体可以彼此合作，彼此相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一定体验到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那合一不是追求完全一样，而是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恩赐当中，服侍同一位主而合作。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以弗所书当中，都提到这种合一的见证。保罗为什么要跟这些教会的信徒这样说？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许多信徒都有很好的恩赐，但是他们高举自己的恩赐，以至于不能合一了，不能合作。所以保罗用人的身体做比喻，他说教会当中有些人像眼睛，有些人像耳朵，有些人像手，有些人像脚。那这些人合成一个身体，而基督就是头。那各个不同的肢体能够合作，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就可以使这个身体在爱中渐渐的长大。这就是合一的表现。也就是说，教会当中大家因为不同的恩赐互相合作，为了共同的目标，大家贡献自己的恩赐。有些人有关怀的恩赐，当有人需要关怀协助的时候，他就贡献出来。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他就投入教导的工作，来帮助人建立信仰。有些人有带领敬拜的恩赐，他就贡献出来，就可以做很多美好的工作。这就是合一呀。待会第3堂的时候，我们去年改选的新任的长子以及教会的团契小组的同工，新任的要就任。牧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是要组成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为了要荣耀神、要祝福人的团队。当这个合一的团队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充满力量。当这个团队愿意连于元首基督，愿意彼此相连的时候，这个双连的团队，这个双连的教会，就可以带来一种非常重要的果效，就是他的身体会渐渐的成长。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达到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被呼召成为教会，我们当用合一的心来追求上帝给我们的旨意，也运用我们的恩赐彼此合作，成为一个双联的教会，来荣耀上帝的教会。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可以学习认识上帝，连结于耶稣基督，可以学习跟肢体
教会的肢体彼此相连，来荣耀你。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双联的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合您心意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会，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会，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可以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会，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好，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成为一个双联的教会。我们应该跟主耶稣基督紧紧相连，也跟我们的肢体彼此相连。如果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愿意回应这样的信息，愿意透过每日的敬拜、每日的读经祷告，跟主耶稣基督紧紧相连，明白他的心意，愿意在教会当中彼此服侍，同心合一。愿意如此做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同心来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合一成为一个教会。主啊，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迫切的向你祈求，我们何等渴慕在每一日的敬拜、每一日的读经祷告当中与你亲近，跟你紧紧的连结在一起，透过你提供能力上的供应、话语上的供应、真爱上的供应、喜乐上的供应，让我们充满恩典来荣耀你。我们也愿意在教会当中与我们的肢体彼此相连，学习合一的功课。我们恳求主，你与这些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同在，赐福保守眷顾我们坚定的心意，在新的一年当中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我们要用奉献来接续我们的礼拜。在奉献之前，我仅代表双联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本礼拜堂来做礼拜的来宾。那如果在外面还没有填写留名卡的话，在座位面前有留名卡，请您填写，那交由收奉献的执事或者是同工，那由我们来欢迎您。请大家预备心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做奉献的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赏赐丰盛的恩典。为了回应你那无限的爱，在新的一年，我们愿意将全人、全心、全意都奉献给你，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愿我们的奉献蒙你悦纳。这样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大家翻开周报的第4页。新的一年，教会特别赠送会友每户1份蔡牧师亲笔书写印制的春联，欢迎于礼拜后在10楼礼拜堂，在10楼走廊外索取，祝福大家新春蒙福，平安喜乐。儿童主日学事工，配合教会8楼整修，薛牧师及杨牧师于1到2月带领儿童主日学到双联幼儿园举行儿童及家长主日礼拜，预计在主日下午1点会回到教会。那相关的事项张贴在9楼、10楼的电梯口，请家长以及孩童注意。第5页肢体关怀，本会洪玉好长老的女婿，就是联思会的先生涂新元弟兄的父亲涂胜南长老，于2017年12月28日安息主怀，定于本周日1月13日上午10点，在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并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那在这边补充，本会会有田花英姐妹之母高丽珠姐妹于1月4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接下来请各团契的诗班，各团契诗班
于本组日前将2017年财务报表、传票、扣缴资料、会有奉献明细交由许昭平主任。那么其他的教会事工以及代祷事项，请大家参阅周报内容。接下来我们请蔡牧师欢迎今日第一次到双连参加礼拜的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一位张国新小姐，在后面欢迎，欢迎。好，我们特别请那个接待的同工们，待会可以邀请张小姐到我们的贵宾室为他们做一些介绍。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好，那愿上帝的恩典与各位同在，在新的一年当中，大家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所赏赐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各位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这时候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赐福、保守、眷顾。好，我们尽量从前面两个门出去哈。